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快台汽车姓名册，按照着身份证的尾号，单号、双号来分流。单号是拜一、拜三、拜五，双号是拜二、拜四、拜六。若礼拜开放予全民拢会当来购买，一份是500块，内底有5台。昨开始卖头一天，健保的系统一直在小道。今仔日伫咧高雄讲加真顺咯，也毋过每一间药房敢若配着78份。有民众烦恼买无，一透早6点就去排队。行政院长苏贞昌是呼吁民众，讲这个数量会真充足，无需要买起来囤。另外，针对这个立委高嘉瑜建议讲，应该开放国际认证的单字的喙瘾的快台车来进口。行政院长苏贞昌讲会详细来评估。真的吗？家用快台车卖第2天啊，轮到身份证2号尾数，徛好的人买。有人会早来到药局报到，决定排队买第2摆。你有来买过就无多，就多买1摆。歹势。今仔早几点来排队的6点半来啊！你买就要有送药。阮女儿做嘅。一个人敢来当买1份，这个阿姨敢来当请查某囝家己来排，再来看另外一间药局。1号的来，1到5号准备哦。现场发号码牌，民众等叫号来买。因为如果他们在排队的时候会间距太近，这样可能比较容易群聚。就因为疫情严重，药师烦恼消化，有民众嘛惊去倒着病毒。今天就要测试了。真的？为什么？太严重了，感觉都一直在增加。即马大间药局发78份，所以卖无到1点钟，号码牌就已经发完咯。跟后面的讲没有啊，谢谢你。这样紧就卖完，敢要有人买袂到？行政院长苏贞昌讲，请大家莫烦恼，会继续补快台汽车。针对立委高嘉瑜建议，政府已经绑定国际认证，真实的喙瘾快台汽车进口。苏贞昌讲，会搁斟酌评估。至于相关任何医材的使用，涉及医疗的专业，我们都会尊重，都请食药署详细的评估。家用快台车姓名册小卖4月28正式推动，全台湾拢总卖365839份，以新北市65370份上济，过来是台中市4809099份，第三是台北市4329595份，高雄市部分是卖39604份，销量有93%。虽望头一天健保系统小可突切，第2天就卖甲正顺，不过嘛是有民众白走一抓，药局敢来当公司嘞，明仔载较早来嘞。我是吴一璇，想要收看最新第一手的讯息，赶快加入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。